我告诉你啊，金大夫，我还就是不怕。你以为你做了几个手术你就牛了你？你以为我们这科室就缺你一个顶梁柱吗？怕你调走，你走啊！怕什么呀你？吓唬谁呢你？您别生气，您注意控制情绪啊。我还就不怕这个，我当了那么多年的主任了，我是，来劲了他的。好，这样行，我以后注意，以后我再见着咱们同事，我就跟没看见似的，我就绷着脸，也不笑，我绕着他们走，行了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那你什么意思？平时跟他们接触，该怎么工作怎么工作，该怎么着怎么着，就是掌握好这个分寸。是，但是您不是我呀，这个分寸实在很难掌握，有的时候一不注意它就过去了。电话啊，是我爸。好，什么草啊？小子，你那个媳妇儿该管一管了。她这个澡洗的也太勤了也。早上洗，晚上洗，你说她有那么脏吗？你说啊？我在矿上采煤，一天也就是洗一遍呢。不是，洗就洗呗。我说给她个塑料桶，叫她站在桶里头洗。这接下来的水呢，未能呢擦个地呀，浇个花啥的，你猜怎么着？她咣当把门一甩走了，跟我连个招呼都没打。这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爸爸？我跑到洗手间这么一看呢，我那只头很痛苦的在那摇来摇去呀、我跟你说呀，他能给我拽出味儿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你告诉我，我这个老公公在你们家是什么样的家庭地位？你媳妇儿能不能对我这个老公公有一点点的尊重？老婆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我今天洗澡的时候，你爸居然让我站在桶里面洗，说是剩下来的水可以拖地。我站在桶里面，我差点没摔了，你知道吗？这要摔一下，肯定断胳膊断腿儿。这日子没法过了，真的。在你家吃不好，睡不好。洗个澡还得站在桶里面，你说你让我怎么办呀？我跟你讲，今天下班我叫我回我妈家，你跟我一块儿回去。我不去，你要想去你自个儿去吧。喂，喂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。胆子越来越大了，竟然给我关机。哎，您好，请问我来面试啊，2楼左手第2个办公室。啊，谢谢啊。发哥，左边啊，不对，这边，糊涂了我都。请进。哎，您好，我叫王淑华。啊，你先坐一下啊。这个角色呢，需要极高的喜剧天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演过喜剧啊？没问题啊。我给你模仿一段让子弹飞的片段好吗？啊，好，来。升几步，找个虎虎生风，找个一日千里。好好好，来点深沉的。哦，可以呀。好，不错。
这个会不会啊？没问题。不错，下周2来签合同。OK。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哎，你能给我签个名吗？对不起，下次好吗？行，下次。发哥也面试啊，演戏。什么发哥？哪来的发哥？周润发。那个，那是替身。王淑华啊，52岁，做过街道托儿所副所长，街道幼儿园副园长。对。啊，很会照顾人啊。对，尤其是小孩儿，多调皮捣蛋的孩子，到了我手里都倍儿老实。真的？啊。哦。咱公司有小演员吧？咱们公司都是明星，都是巨星，知道吗？公司现在有一个职位，比较适合你，就是给明星当助理。是刚才那个？啊，不是。这个是这样子的。具体给谁当助理呢？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啊，主要负责他的这个工作中间的这个吃喝这个起居啊，这些一切。这没问题，我肯定能干好。你回去，等我的消息。行，啊，那我等您电话。好，等我电话啊。行。好，再见啊。哎，唱歌唱真好听。没有，我干嘛呀？我夸你，我不知道吗？真的好听。我昨儿喝大了，我跟你讲，我呀只喝红的，喝不了啤的。你看昨天，你看羊的啤的一块全都弄了，我今儿我都没缓过来呢，完全就飞。不是你怎么来了？我想喝酒。不是，没说你，我这来一朋友啊。没事，咱俩聊。喂。怎么了？想喝酒。现在啊？那行，你喝什么？我让小马给你拿去。别让马师傅拿了，咱俩出去喝吧。哎呦，你别介，我这还约了人了呢，我出不去。你有什么事儿？不就跟这女孩逗闷子呢吗？人家都不爱搭理你了，你还上赶着？你有时间陪女孩聊天，没时间陪你兄弟喝酒啊？你怕花钱？不是你听我说两句行不行？你想喝酒，咱在家喝就完了呗。你家里什么酒都有，啤的、洋的、红的。想听音乐有音乐，还没人。那行。哎，那我就还跟上回似的，喝完全吐你们家这地毯上。上回我吐的是这边，这回我吐这边。不是，大哥，听你的。哎，对不起，两位先生，我们还没有营业呢。我来了就营业了，来，亮子。你怎么给我领这么一地方来？怎么了？这不挺好的吗？你不是要喝酒吗？你当我是你啊？天天晚上玩夜店，我这么正经的人，你少废话啊！喝不喝？想要晕得快的。放心，我这儿都是晕得快的。服务员，把我存这酒拿过来，216。说吧，大白天的喝什么酒啊？我郁闷。为什么呀？心如刀割。不是为什么呀？一言难尽。问你为什么？
接我电话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这处境，你知道什么吗？3座大山就压上了。小米，我爸，他妈，给我这一压，我就跟那孙悟空似的，那大泥山咔就露一脑袋，气儿都快喘不上来了。说实话，是不是跟小米又打架了？哎呀，打什么架呀？再打架我就甭活了。哎，爸。小米呀，啊。小亮在家吗？小子，小早上起来上班了，上医院了。哦，我打他手机那个关机了。那就是在做手术呗。哦，行吧，那我待会儿再打一试试。那我先挂了啊，爸。啊，好。哎呀，哎呦，哎，我说亮子，你在学校那时候不是挺能扛事儿的，不是挺能平事儿的吗？怎么了你现在？我不是挺能平事儿，我是太能平事儿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跟你说，哪儿摸？就我这脑子，我这平事儿能力，我这个谈判能力，到联合国都服于。就中东那事儿要搁我一电话敲过去，全摆平。两边一哄，怎么哄？哎，两边一葫芦，全打不起来。打不起来。哎，但是我就回了家，我就你这仨人吧，我在他们仨中间，我就怎么弄，我也就发挥不出来我这个谈判能力了，就跟那个玩那游戏似的，你知道吗？开这边，这边就冒头；开这边，这边就冒头。就你怎么弄都不行了。从我这心里我就，哎，我说亮哥，小米啊，又来电话了，怎么着？接不接？接不接？不接。不是，哎，不接他着急了。不接。行，不接。这大米也不接。不接。哎呦，你说你们俩真闹心啊！他爸叫米饭，我一看见他爸我就想笑。他爸就这发型，太像费玉清。哈哈。别哭，好多人呢，别丢人啊！也不喝酒，不是开车呢嘛，没法喝啊！亮子，气死我了！我跟你说，其实把我给气死了。我还气死了。不是你又怎么了？他居然敢挂我电话，还关机。行，胆儿肥了。你又因为什么呀？别提了，你记得我上回跟你说那狗屁导演吧？我今儿采访他，人什么都不跟我说。你问他什么了？我就问问他，为什么部部戏都用那个女演员？嗨，那你换个问题不就行了吗？不是，这问题我为什么不能问啊？喂，花猫。啊，亮子跟我在一块儿呢。啊，你过来吧，他喝多了，我一人弄不动他。什么？你在哪儿呢？我先走了。啊，我这还没跟你说完呢，你听不听了？哎，玲儿。哎呦。怎么回事啊？喝多了呗。不是，醒，哎，看看谁来了。看看。怎么回事？你喝这么多干什么呀？不是。哎呦，我天哪！你快把他扶回家了。行，回家，下班回家。不喝了。啊，我给你拿着。服务员把酒还给我存起来啊。
我心喝得有点高。别说。怎么着，亲爱的？去他们家呀，还是去你们家呀？别送他家了，他爸要看他这样，不得把房顶都给掀了。我跟我爸喝呗。送你们家呀，你妈也得把房顶给掀了。我跟我妈喝。别说话了，你好好待一会儿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上我们家那儿得了，反正我也有地儿。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合适。谁的电话？我电话别动。找谁？喂。哎妈，米儿啊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车里边呢。哎，你说你是不是有点不像话了？多少天了，你也不想着你妈点儿，你不回来看看你妈呀？你妈要生病了呢？哎呦，我这不是忙吗，妈？忙，你一天到晚都忙，那你忙吧，我挂了啊。那要不然我现在去看看您去？真的？啊，行不行啊？什么行不行？你还问你妈行不行？你说行不行？赶紧回来吧。那个，你是一个人还是跟小亮一块儿啊？回来？小亮在我旁边呢，我们俩一块儿回去啊。行吧，我等着你们啊。哎，好嘞，就这样啊，妈。一会儿见。不是你要吐啊？哎，你有没有塑料袋啊？你不是怎么要吐啊？哎，你开窗吧，开窗吧。哎，我说兄弟，忍住啊，别吐车里啊！哎你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不能喝就别喝呀！哎呀，我说小米，你管管他啊，以后。不会再有沧桑。哎呦，到哪儿了？这是你家，我来。谁家？你家。哎呦我的天！哎呦我，你这也太怂了你！这绝对给我喝的假酒。你闭嘴吧，小米教你了啊。不是怎么着，还给他喝假酒了呢？没有，您听他的什么假酒啊？这孩子动不动年轻人就喝酒，这喝醉了可不好。没事，您甭啊，习惯嘛。没事儿。我爸也批评我。没人批评你。都批评。想不想吐啊？啊？吐不出来。喝这茶嘛，行，我什么都行。哎呦，阿姨，您保养的可真好。真年轻，您跟小米站一块儿，跟姐儿俩似的。你这孩子真会说话。哪儿？我实话这是。都老成什么样了？哎，我问你，你给我说实话，他怎么喝成这样了？还想知道呢？我哪知道啊？你们俩在一起喝的，我就不信他什么都没跟你说。说了好多话，那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。他怎么跟你说的？你给我重复一下。不是吧，大姐？他说那么多话，我哪记得住啊？那我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呢？我想接呀，他不让啊。哎，你们俩吵架了吧，明儿？没吵架，我就在单位给他打个电话，我就说我不想住他爸家了，我想回家住。他就挂我电话，我再给他打，他就不接，然后就关机了。这还不叫吵架呀？这不跟吵架性质一样吗？人家跟你掉脸子了，不高兴了。不可能啊！以前我们俩吵得再凶，那他也是先哄我的呀。那不是以前吗，祖宗？现在你是他老婆了，那会儿你们是谈恋爱。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宝贝儿，你这都……阿姨，您说的真对。我跟你讲，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。是啊，你少在火上浇油，你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是你们刚结婚，这就是撂你电话。你再过2年，没准他都能打你。家暴！我跟你讲，阿姨，这真是真的，你注意点，真的。以后我先打你啊！那什么，那阿姨，那你们俩聊，那我走了啊。走了。我还有事儿呢。行，阿姨走了。好，我送你。走了啊。啊，走。是。阿姨，您别生气啊。我是。哎，我看花猫这孩子真不错，真的。哎，你说你当初你怎么没跟人花猫好啊？啊，虽说他长得好像比小亮稍差点吧，但是人这孩子，你一跟他聊天，你觉得特别通气儿，你知道吗？又是北京的孩子，家境又好啊。你说什么呢？没有小亮，我能认识花猫吗？
就算我不认识金亮，我直接认识他，我也不可能喜欢他。啊，成，你不喜欢人家，你看不上人，你眼儿高，行了吧？切，就你们这么大的时候，这女孩子全这样，这一谈恋爱，呵，全世界就剩一个男的了，就小亮一个男的，是不是？别人都不存在。对，好啊，你这不是结了吗？不是幸福着呢吗？傻了吧？刚结婚几天啊，警察找上门来了吧？哼，要回妈这儿来了吧？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，我只不过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。哎呦，没法说你，给我把脚拿下！你什么样子？你这个，啊？我跟你讲，敏儿，就你这样，就你这做派，你公公能忍受得了你吗？现在不是他忍受不了我，是我忍受不了他。你自个儿也承认啦，忍受不了他啦。当初妈怎么劝你来着？非去呀！人家是王爷后裔，贵族后裔，呵，还就跟咱家高攀了似的。傻了吧？现在才住几天呢，才1礼拜，忍受不了这贵族后裔了吧？妈，你有点同情心行不行啊？别在这痛打落水狗，我这郁闷着呢。唉，我一猜你就得郁闷。行了，跟妈说，为什么郁闷啊？妈给你报仇去。唉。说起我妈呀，伺候我爷爷，哼，现在你还得伺候媳妇儿。什么？让你站桶里洗澡？没听说过。这回您知道了吧？您闺女都成人家的受气小媳妇儿了。哎呀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我跟你讲，就跟这种人家没法一块过日子。你不听啊？你急死我呀！你呀，你就别数了我了。我想吐。先别吐啊，我给你找桶去。哎，我买菜去了啊。来，哎呀，还想吐不吐啊？给你拿桶去。哎，别！啊！哎呀，老婆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我确实想吐，但是你没过来，我就给咽了。你想吐，我给你拿桶去。给你倒杯水。不，喝不下去。老婆，哎，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？啊？我跟花妈把你运回来的。对，花猫。花花呢？花花。怎么的？花花也喝多了，还想继续跟他喝？不敢了。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还没喝呢？啊，那时候还没喝。那你为什么那么跟我说话？你那什么态度啊？我错了，老婆，就这一次，下不为例。我妈刚才还跟我说呢，谈恋爱的时候，男人才会哄女人，结了婚，老公才懒得哄老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绝对不是。老婆，我特别愿意哄你，真的，我哄你都上瘾，一会儿不哄我都难受。咱俩才结婚几天呀？没几天。你就装不住了是吗？没有。大灰狼尾巴露出来了吧？没有。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多委屈。但是你再委屈，你也没有今天我委屈，老婆。真的，老婆，我今天在医院，我跟你说一堆烦心的事，我都愁死了。我这正愁着呢，我爸给我来了个电话，
说你把桶踢裂了。我正琢磨桶，你又给我来个电话，说今天晚上不回家了。你说你们这几档子事就凑在这一块，我还受得了吗？你说左面是你，右边是我爸，左边是老虎凳，右边是电椅子，中间还插一把手术刀，谁扛得住啊？我确实没耐心了，当时主要今天我这衣服闹的，穿了个马，就马虎了。工作上有什么烦心的事情，你不能跟我说吗？我是你老婆啊。是。你干嘛找花猫去啊？他说还喝酒，还喝这么醉。他说他请客。你没让人请过客呀？不多。让你喝毒药你也喝？那可不能喝，我傻呀。你医院怎么了？没事，一两句话说不清楚。哎，不是，老婆，我现在比较关心这个桶这事儿。不是，那桶怎么裂了呢？你问你爸去。我爸说你踢的。我在那桶里面站着，我今天我差点就摔一大跤，得亏我啪的一下，我拉着那个浴帘我就站起来了，不然的话我摔断胳膊摔断腿，你不心疼啊？我妈不心疼啊？还有这么惊心动魄的一幕，那我真不知道，老婆。但是老婆你放心，就算没有浴帘，还有我呢。如果有一天你要是真残废了，我照顾你一辈子。谁信呢？哎呀，你别生我气了，我都承认错误了，别不理我呀。解解酒吧。老婆，你真好。别以为我给你酸奶喝就是原谅你。不接我电话，还让花猫不接我电话，我一定在小本上给你记一笔。老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的金太郎。只要你生气，就拿平底锅拍我吧。我像红太狼吗？你比他狠一点。我才懒得拍你呢，讨厌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不回你爸家住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跟我在我妈家住。别介呀，那可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那在你爸家都住不好，吃饭也吃不好，又咸又素，洗澡也洗不好，还得站桶里洗，怎么过呀？不是老婆，没关系，有问题不怕，咱给解决了不就完了吗？啊，有问题你跟我说，我去跟我爸沟通，我爸听我的，啊。我不。你别这样，就弄得跟小孩似的。我跟你说，老婆，这可不是任性的事啊。你说咱们结婚这才几天呢，住在一块儿。你说不回去就不回去了，那我爸都那么大岁数，心里能受得了吗？不能接受。再说了，那我也不能娶了媳妇儿就成一个不孝的儿子了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这人多了住在一块儿，这肯定有矛盾，有矛盾不怕，咱给解决了不就行了吗？啊，你放心，我去跟我爸沟通，如果沟通完之后我爸不改，那咱俩再谈出来过，行不行？你说，如果我跟你住在你妈家，我要是跟你妈有矛盾了，啊，我抬屁股就走人了，搬走了，那你怎么面对你妈呀？你怎么对你妈交代啊？是不是？乖啊，我老婆最乖了，再忍忍，好不好？你放心，这事儿我绝对跟我爸沟通去。如果要还不行，那我就跟他说出来过。你要是不说呢？你拿平底锅拍我。呀，
小亮好啦。哎，妈。啊，不吐啦？啊，哎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今天喝多了。年轻人偶一为之，不要紧的，别天天这样就行啊。哎，你拿我平底锅干嘛？这不是我拿的。嗯？你拿它干嘛呀？哼！哼！喂，哎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猪肉炖粉条子，哈哈，炖了一大锅。晚上不回来吃了？那你晚饭上哪儿吃去？上哪儿？丈母娘家。好，好，吃完饭就早点回来啊。妈，你就是不吃了吧？我不吃了，你吃吧。你今天吃了多少块鸡翅了你？啊，你都快成黄鼠狼了你！这鸡翅太香了，你都不知道，这些天啊给我素的，就差吃耗子了。干嘛呀？踩我干嘛呀？慢点吃，我怕你噎着。妈，我跟你说啊，小亮他爸做饭全是素的，一点荤腥都没有。啊，你爸信佛啊？不信，不是我爸就是节俭惯了。哎，今天我爸刚才还给我来了个电话呢，说晚上给小米做了顿猪肉炖粉条，是不是？今天他是不是知道你们到我这儿来吃啊？嗯。那猪肉炖粉条是给谁做的呀？给他自己做的啊？小亮，你们家这日子可不能这么个节俭法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家家户户都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了，怎么着，我们明儿在你们家吃不着荤腥啊？妈，这事儿吧，也其实不完全怪我爸，也怪我，因为我老跟我爸说吧，这岁数大了，不能老吃肉，得多吃青菜，要不得心血管病。他怕得心血管病，他可以不吃，但他得做给你们吃啊。你们现在这么年轻，白天那么忙，工作那么累，吃不着荤腥哪成啊？再者说了，新媳妇进门，哪有这么对儿媳妇的？好家伙，荤腥不给吃！我告诉你，我们家米儿打小是食肉动物，顿顿我必须得给她吃肉，一顿不吃就生气，三顿不给吃就哭了。人家别的女孩子不敢吃，那是因为怕发胖，人家想要苗条。我们家米儿吃肉还长成这样呢，瘦成这样呢，你再不给荤腥吃？妈，您说的对，我今天就回家跟我爸说去。你必须得说。不是说不回来吃来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你不是带着药？爷子，同志，你找谁呀？同志，我找你，老同志，我找你。哎呦，丫头，不是你怎么来了，丫头？金亮，金亮，你快出来啊！小心老姐削你。不是你弟还没下班呢，还没下班？还没回来。哎，爸。啊。这房子不错啊。不是你干嘛买1楼啊？不是，这1楼它便宜，还接地气。你看，
爸还在那儿种了点蔬菜。就农民吧，孩子也得种蔬菜。是农民。那餐厅啊？啊，餐厅。房子真够大的。是。不是，你啥时候来北京的你？哎，爸，坐。爸，坐。啊。我准备告诉你一个我的重大决定。找着对象了。再猜。有工作了。再猜。中奖了，这是不可能的呀。行，反正你猜不着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决定到北京来了。来干啥呀？发展我的事业，俺的爱情。丫头啊，你都把爸愁死了。爸，你能不能我一说这事你就这种表情，能不能不这样啊？我渴了，给我弄点水。有。甜的啊。那你来北京住哪儿啊？你跟爸说。张敏那儿。哪个张敏呢？张敏。就你那个小学同学呀？他3年前不是跟着一个卖假药的跑了吗？你怎么又看见他了？再者说了，你那个同学呀，他精神不正常，你别老是跟他在一起混，你这样的话，这都把你都拐的了，你知道吗？爸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请您以后别那么说他。还有吃的没？我饿了。爸给你做去啊，爸给你做去。有红烧肉没？有。爸，热完了叫我啊，我先参观一下。床单不错呀。舒服。哎呀，撑死我了！我看你也是撑着了，赶紧运动运动，洗洗碗去吧。我不，在你们家我洗碗，在我们家该你洗碗了，好好表现表现。哟，怎么着，在人家还洗碗呢？没有。嗨，吃别人嘴短，拿别人手软，我也不能白吃白喝呀。哎，不是你妈养你20多年了，啊？你白吃白喝20多年了，你怎么没觉得什么嘴短手软什么？你什么时候帮我刷过一次碗？您不是我亲妈吗？咱俩这么熟，洗什么碗呀？是吧？谁跟你熟？我不认得你。妈，您歇着，您歇着，我来歇啊！你也歇着，我来啊！我来。多好，行吧？也让我享受享受当丈母娘的特权。哎，对。丫头，过来吃吧，给你热好了。丫头，你不是饿了吗？赶紧来吃啊！丫头。饭热好了，快起来吃吧，你不饿了吗？睡着了。不是，你怎么穿着这鞋你就上你弟弟这个新床上来了？你说你，你看你睡的这哈喇子，你说你这孩子，哎，沾着喜气儿嘛，要不然我怎么发展我的爱情啊？哎呀，你要发展爱情，你先把你那个爆炸式的头型，你这穿戴你改一改，你那脾气也改一改。就你这样，哪个男的敢接近你呀？你吓都把人吓跑了。你说你吃啥啥不剩，干啥啥不中，一天吧，你说五马长枪的，疯疯癫癫的，你别老怨天怨地的，你自身找找差距。说完了吗？我知道我为什么嫁不出去了，都是因为您。